Everybody, we love you! 聽到係咪大家都好興奮呢？冇錯，今日呢位主角咧，佢真係好識去製造氣氛同埋領導成個嘅舞台啊！但係一個出名嘅人，其實背後都有佢自己嘅情緒，究竟點樣管理嘅呢？今日我哋呢集就正正講 EQ 情商啦。你有冇試過明明個心好亂，好似有好多感受塞喺裏邊，但你一開口只係講得嗰3個字，冇事啊！你唔係冇情緒，你只係未揾到一個方法去接住呢種情緒。有時我哋最辛苦嘅唔係因為情緒太多，而係因為由細到大根本就冇人教我哋點樣處理。當你失落、委屈、麻木，甚至攰到唔想講嘢嘅時候，你可以點樣唔傷害自己，又或者唔好扮到冇事呢？嗱，今集呢，我哋會講一個關於情緒、孤獨同藝術嘅故事，主角就係 BTS 嘅 V 金泰亨。但今集呢，唔係單純係講明星，係想借住佢同你一齊睇下一件好重要嘅嘢。一個人可唔可以唔急住去壓低嘅情緒，反而可以將情緒慢慢消化，變成一種表達。V 最值得我哋嘅睇嘅地方，正正就喺呢度啦。佢最厲害嘅唔係佢冇情緒，而係佢學緊係點樣唔同自己內在嘅情緒或者個波動去作對，反而會將佢變成聲音、畫面、氣氛，甚至作品。今集我哋會借住佢一首歌《Singularity》開始一齊去拆解。如果你本身唔係 BTS 嘅粉絲呢，我都想用簡單嘅幾句去介紹下 V 呢一個人。V 佢本身嘅名叫做金泰亨，亦都係 BTS 防彈少年團成員之一。喺1995年出世嘅，喺韓國嘅大邱出生。佢細個嗰時咧就已經學呢個 saxophone 㗎啦。後來咧就入咗 Big Hit 做咗練習生啦。再喺2013年咧以 BTS 嘅成員身份出道啦。但係佢同其他成員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嘅。喺出道嘅前期咧 V 曾經以一個 hidden member 一個隱性嘅成員身份存在嘅喎。喺其他成員都陸續曝光嘅時候咧，佢都未有咁早被公開介紹嘅。V 後來喺啲訪問都有提過，喺嗰段時間令佢覺得好難受啊，甚至一度以為自己係咪俾人抽咗出嚟，唔會出道呢？亦都因為係咁，再加上佢一直都好重視聲音、氛圍同埋情緒表達，所以點解我哋會正正用佢呢隻歌《Singularity》去切入？因為當時就係反映咗佢嗰種孤獨、面具感同埋個情緒點樣被轉化做一個藝術。所以今集呢，我哋唔係要證明 V 係咪一個孤獨嘅人，反而係想講喺佢嘅經歷、作品表達嘅方式入邊，我哋可以好清楚地睇到佢好重視佢內在嘅感受同埋情緒嘅質地，而慢慢轉化成一位藝術去話俾人聽。而《Singularity》呢隻歌呢，好多人第一次聽都未必會即刻講得出佢嗰個意思係想乜，但係從佢個旋律會感受到一種好強烈嘅氣氛，就係好疏離、壓抑、抽離。好似有一個人明明仲喺你面前，但係佢同自己嘅內心之間好似隔咗一層霧一樣。呢首歌最刺人嘅心中嘅地方就係唔係淨係因為佢旋律靚，唔係因為 V 把聲好有磁性，而係佢好誠實咁碰到一種我哋好多人都有呢個嘅狀況。當你為咗迎合世界去照顧別人，維持某一個形象嘅時候，你慢慢就會戴上一個面具。但到最後，連自己都唔記得咗自己係邊個。你有冇試過明明唔開心，你會照樣講 OK 啊？明明好攰，但你照樣頂住。明明心裏邊有好多嘢想講，但你唯有選擇沉默，因為你覺得講咗都未必有人明啦。而呢隻歌珍貴嘅地方就係佢冇逼你振作。佢亦都冇急住去教你要變成正能量，
佢只係將一種好難以命名一種情緒，去安靜咁樣將佢放喺音樂裏邊，希望俾你聽見。嗱，呢種表達呢，其實就已經係屬於一種情緒處理嘅第一步啦，唔係要去解決，但係希望俾人哋感受到、睇到。去到呢度呢，我會將今集最重要嘅內容呢，成為一個你真正可以帶走嘅方法。我叫佢做情緒消化三部曲。嗱，唔係叫你即刻要振作，亦都唔係即刻叫你睇開啲，只要學識點樣唔好忽略自己而家嘅狀態。第一步，停一停。嗱，香港人呢係好心急嘅，所有嘢都會即刻處理。就算唔舒服，你第一個反應係唔係去感受，係將佢合理化。你會講：算啦算啦，喂，大個咗係咁噶啦，忙完我哋先傾咯。但其實呢啲都唔係一個消化情緒，只不過將情緒咧快快手手塞埋一二邊啫。所以第一步唔係去分析，亦都唔需要去教訓自己，停一停，問下我而家其實發生緊咩事呢？我係攰，我係亂，我係委屈，定係麻木咗好耐啊？有時候人開始好返，第一步嘅唔係因為揾到嘅答案，而係終於肯承認佢嘅存在。我而家真係覺得唔舒服。第二步，認一認。最辛苦嘅往往唔係情緒本身，而係你講唔出嗰種感受啊！你以為自己係嬲，其實因為你失望；你以為自己好煩躁啊，其實你已經冇力啦；你以為自己好冷淡，其實你可能只係怕再受傷害。所以第二步係要幫你嘅情緒改個名。你可以問自己：我攰定係委屈？我係唔想講定係怕講咗都冇人明呢？我真係冇感覺定係感覺多到我都已經熄機啦？嗱，如果情緒一旦俾到個名佢呢，其實你個混亂都會開始減少噶。第三步，放一放。嗱，呢步呢就係 V 呢，呢種藝術型嘅表達者最值得學習嘅地方啦。你唔一定要直接講出嚟，有啲人係要用寫啦，用畫畫啦，影相啦，一隻歌、一段聲音或者行一段路都可以表達。V 都曾經講過，佢自己會寫日記，記低個旋律同埋感受，然之後透過音樂去令自己平靜落嚟。所以第三步係問下自己：我可唔可以將個情緒揾得個地方去收納佢呢？嗱，呢個容器為咩呢？可能係寫幾個字咯，散下步幾分鐘，對住手機錄一段音，聽一隻歌，隨手畫下畫，甚至靜靜咁坐喺度。重點唔係要做得要幾靚幾時正，而係你有冇俾自己一個出口。所以今集如果要留一句金句呢，我會咁講：高嘅 EQ 嘅情商呢，唔係冇情緒，係你開始識得去安放你嘅情緒。我知道孤獨呢個字，好多人一聽都會好驚，因為大部分人通常都會將孤獨認為好似係好可憐、好脆弱，俾人掟埋一邊。但其實孤獨呢，唔一定係代表黑暗，有時孤獨會俾你可以安靜落嚟，聽下自己真正嘅感受。唔係要浪漫呢種痛苦，亦都唔係叫你沉溺喺情緒入邊，而係想講，當一個人唔再急於逃避自己，情緒就有機會由一個負擔變成一個材料。呢個材料可以變做一個作品，可以變做一個理解，可以變成對你自己更加誠實嘅一面。你最近返工好攰，可能你真正需要嘅係唔好再逼自己太過 productive， 太過多生產力，係要承認自己消耗咗好耐啦。你最近成日對人好燥，可能唔係你脾氣差，係你委屈得太耐啦。你最近對乜嘢都冇感覺，可能唔係你懶啊，而係你太耐冇俾自己放假。所以呢首歌 Scenery 之所以咁有力量，唔係因為佢講我好慘，而係因為佢俾咗我哋見到一
一種好難講出嚟嘅內在嘅狀態，原來係可以表達出嚟㗎。而只要可以被表達，人就唔會永遠困喺裏邊啦。記住，成熟呢唔係冇波動嘅，成熟嘅人波動之後，你會開始懂得點樣安頓自己。嚟到今集嘅尾聲，我唔想你聽完淨係覺得都有啲共鳴啦，不妨今晚都真係做一啲小練習啊！我試下問3個問題，你哋不妨諗下。第一條，我今日最強烈嘅情緒會係乜嘢啊？會唔會好攰、好失望、好心淡，定係我真係好想有人理解我咯？第二條，呢個情緒喺咩時候會變得好強烈呢？會唔會你返緊工俾人話，定係你夜晚靜落嚟嘅時候，又或者你再一次逼自己當冇嘢嗰個時候呢？第三條，我今晚可以用咩方法去將佢安頓？會唔會寫低佢、散步、聽隻你中意嘅歌、自己錄一段音，甚至喊都得㗎喎。唔使即刻去處理好自己，你只係需要開始學識點樣去接住自己就得啦。嚟到今集最後呢，我都想送一句說話，其實情緒呢唔係敵人啊，唔被理解呢可能先至係。你可以慢，你可以靜，你可以未有答案，但我希望你唔好一路忽略咗你自己。嗱，V 呢個故事最值得我哋記住呢，唔係淨係佢舞台上嘅幾咁光芒啊，而係一個人點樣將佢內在嗰種複雜、好難講、抽離，變成一種可以被感受嘅表達。所以今日最後一個問題問你係：如果今日嘅情緒可以變成一種嘅藝術，你想會變成咩呢？變隻歌、變幅相、變幅畫，定係變一隻舞呢？你可以喺心入邊答，當然都歡迎留言俾我啦。如果你中意呢一種唔係淨係講故仔，而係一齊去拆解嗰種情緒、人物、成長同埋自我理解嘅內容呢，都希望你能夠關注 Miss Min 呢一個頻道，分享俾一啲成日話自己諗得太多嘅朋友。你可以同佢講，其實你唔係諗多咗，你只係有一啲嘅感受未好好咁接住佢啫。而下一集我哋會講另一位成員 Jimmy， 睇下一個對自己要求極高，成日逼自己要做得最盡，點樣由唔接納自己走到慢慢去擁抱自己。我係 Miss Min 面姐，一個會陪你變得清醒嘅講故仔嘅人。起點呢，我哋冇辦法選擇，但係終點絕對可以由你創造。等你嘅靈魂蝴蝶從今天開始會喐動起飛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